感谢唔係一開始就讓我去市場買東西。啊，唔會啦，其實我同校往市場哦，從細就嗌我阿爸教下煮飯嘅。咁也未喏。伊上班啦，我不下就安尼啊。係些啦，按你們搶有對冇禮貌。啊，唔會啦，我啲人上班嘅。其實吼，阿妹啊，喺火柴時期，古時候就慢慢去送貨啊，食鴨啊，食豬都係阿爸嚟煮嘅。原來係咁樣，咁阿爸有乜嘅收入菜？哦，阿爸煮嘅控肉當好食，炒玻璃菜咪係佢嘅收入菜。哇，很想食看啊呢！我不考當日都會食強菜，你會生肉，看我一下上到暗雜。哦，阿爸真見人跳到動好。阿爸唔但將會煮飯咯，佢咪會做結論講呢。哇，很強呐！阿爸乜嘅都唔會做。咩唔是安尼講啦，其實每三年都幾個尊崇啊。韓國像阿爸唔會煮食，不過其實係懂建設啦。唔懂建設咯？佢唔敢食乜嘅菜？我唔敢食吊菜嘅。哦，可惜啦，真見有懂人唔敢食吊菜。係啊，像我也好，當日呢就會煮起個好食嘅菜，其實同歡喜呢。哦，假使會煮飯，就做得想食乜嘅就煮乜嘅。係啊。佢按落去市場。哦，好，去市場。今日嘅雞肉當便宜呢，又上好嘅煮乜嘅咧？叫我食嘢冇？好啊，我都在聽款東西。哦，好啊。其實吼，我請好自家煮料理來食呢，因為啊做嚟本來很較了解自家。乜嘅意思啊？比如講，我一下就啲，我好食暗肉，韓國我動腦細喎。也唔是靠煮料理出會啲。係啦，不過可能我較好13年來做事情。哦，可惜啦，13年煮料理做得從頭到尾完成，你做得用自家嘅方式來進行。係啊，商用嘅料理有冇商用嘅料理方式，像我哦，就都唔好要種固定標準嘅流程。哦，既然冇標準嘅流程，佢按不一嘅建議就本來來煮好咧。我知道冇較好。